台中太平有一间私立的幼稚园，互家长指控讲，这老师呢唔互因4岁囡仔去便所，行楼梯的时阵硬甲拖害囡仔受伤。家长验伤了后，也向警方报案提告。幼稚园这边是8岁不当管教的部分，目前台中市教育局也已经介入调查了。 讲起囡仔才拄去幼儿园，就疑似受不当对待。查甫囡仔爸爸才唔甘，伊控诉敢若4岁后生，因为无配合老师应对，就互老师强硬拖你走，就安尼个受伤。背部接近尾椎骨的地方有一个横向的淤青，看起来就像是他突然间摔倒，然后撞在楼梯的那个直角上面。老师是拉扯他，但是不是在一般的平地上面拉扯他，是在楼梯上面拉扯他。 爸爸表示，后生今年8月才拄入去台中太平一间幼儿园中班读册，啊，毋过15这一天，疑似囡仔无及时归队，毋但互老师拖落楼梯，佮大声叫骂，想要去便所也无人插，烦恼囡仔身心受伤害。家长隔工找幼儿园要讨监视器，所用各种理由拖延。15到19的画面佮消息，这期幼儿园想要暗砍事实。 在整个过程当中，家长没有提到孩子有受伤这件事情。那目前整件事情，我们全部交由教育局的部分去做调查。老师有没有拖拉？在我们询问的过程当中，老师说他是牵着孩子们下楼梯。本所以伤害罪受理，并通报儿少保护。 查甫囡仔妈妈也伫面册控诉幼儿园19也带囡仔验伤，佮向警方报案提告。警方也通报儿少保护案件。台中市教育局19接到家长的陈情，马上介入调查。由于园方目前仅提供部分画面，并且声称另有部分监视设备损毁，教育局对此更加审慎查办。 台中市教育局表示，自早开审查小组决议受理，啊，不过幼儿园提供监视器画面有限，也调查清楚是毋是有规避或者是违法的情形。若调查确认有违规的事情，会照规定严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